台语听有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欣赏海洋动物是大人囡仔拢真有兴趣的休闲活动。看遐海洋动物伫水里自由自在，慢慢啊游，慢慢啊刷叮当，会感觉瞬间啊，所有的压力拢消失去。所以啊，大人爱派竿啊，冲落去水底看；囡仔也爱伫海边啊，也是海洋生物馆去看这些动物。总是啊，这海洋动物台语安怎讲咧？今仔日，咱就来和大家分享这海洋动物的台语名。那讲到海洋动物，第一个爱讲的就是酸蚵。酸蚵毛人念做山蚵，伊的色彩丰富，形体多样。有的啊，一支一支红拍拍、黄艳艳、拿，阁有真侪笔车拿海底树啊咧。有的啊，拿乌毛线。七彩色水伫海里对水流摇来摇去，婀娜多姿。有的规粒大碰碰，顶面阁有一条一条弯弯的深沟，拢总有够水。尤其是当年3、4月啊，酸蚵会伫暗时放卵，迄规个海底啊，一粒一粒满拢是，讲有偌水就有偌水。海洋生物馆嘛，拢会透过直播的方式，互民众会当透过网络欣赏到这种一年一摆的生物奇观呐。咱讲放卵，就是动物生卵，总是啊，放卵通常会用伫一摆生较大量的卵的时阵，啊那一摆敢若几粒啊，咱就甲叫做生卵。另外一种海洋沿海看会到的海洋奇观，就是海胆的青刷。迄海胆一粒一粒圆圆，身躯白白，佮带乌唇，外形真古锥。潜刷时，几万只的海胆同时向一个方向刷过去，迄规模的大，看起来水，互人看甲嘴啊拢开。其实啊，海胆有几啊种，有的乌，有的白，有的红，有的蓝，有的刺长长，有的刺较短。因为海胆有刺，所以有人叫伊刺。咱伫日本料理店也是海产店，会讲要食乌尼，乌尼食起来软软、甘甜啊甘甜，是真受欢迎，啊嘛无介俗的料理。乌尼其实就是海胆，总是伫台语内面要食的和野生的活跳跳的，咱有时会用无同的称呼来叫伊。亲像伫料理店，咱敢若讲要食乌尼，袂讲要食海胆。啊，那伫海里也是博物馆看到，咱会讲看海胆、掠海胆，袂讲有呢。控捕嘛是安尼，意思就是海带，也是华语讲的昆布。伫料理的，咱会讲控捕猪汤，较少讲啊海带汤。但是伫海里看到，咱会讲海带，含你讲控捕。伫英语内面呢，牛肉、羊肉和猪肉，其实也和台语同款有即款的分别。另外两种伫沿海海边仔定看到，同款是用白的动物，就是海车和海牙缸。海车是咱较接伫生物馆内底看到的。啊，那海牙缸咧，海牙缸有一个奇怪的华语名，叫做洋水族。伫海边仔的石头旁，浸伫海水的所在，咱定会看到一支毛的手伸出来，伫遐海来海去，迄就是海牙缸米伫内面啦。手啊，就是学术上讲的弯足，会当做手来用，嘛会当做骹来用。台语用手来形容伊长长幼幼，佮伸出去的外形。海洋生物啊，遮尼多、遮尼水、遮尼丰富，实在是讲袂完。另讲，咱再来去和观众朋友分享其他的动物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先讲到这，咱甲时间交等予主播。